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2月1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先来关心，昨台股封关收伫咧33605点，一档拢总起10080点，这台积电也起到1915块，拢总创下新高纪录。而且，这证交所的董事长李修明阁表示讲，新的一年台股有机会当来挑战4万点。今天是台股封关日，中场收在33605点。统计近10年加权指数大涨超过1万点，市值更站上100兆元，再创新纪录。全年台股一直创下纪录行悬，若是以证交所今年元月上新的证券总开户人数1385万多人来计算，平均每一个股民赚245万。台股很强，台积电、台湾之光，赚个小红包而已，没有，就只有投 ETF 而已。包含加权指数，封关日收盘是33605点，加台积电收盘1915块，拢写下史上收盘新高纪录。算一下全年的加权指数，全年大起10080.3点，期待达到上100条，也有股民平均赚245万。过去的这一年，尽管有一些惊涛骇浪，但是我们再次的展现我们台湾产业跟资本市场的韧性。看这台股行势，对2025年2月初3头一个交易日大落1023点，到4月初7，美国提出对顶关税，迄天大落2065点，是史上落上侪点的。初到收盘17391点，是全年收盘上低点。4月28听讲，因为美国关税谈判有进展，激励台股重回2万点。到今年1月，台股攻上3万点，2月封关收伫33605点，也是收伫历史上新高的纪录。去年降了3码，今年应该还是有机会继续降的情况之下，其实资金行情会透露出这部分的一个宽松的一个情况，对于整体的股市的资金的动能，其实会有蛮大的帮助。指数不可能一直涨一直涨，因为它这种情况就变成说急牛的方式会回档修正，会让你感觉像急熊。他对台湾的股市是很有信心，但是现在是在相对高档，如果我再买下去的话，会不会套牢在高档？台股要伫23开始，农历过年了后头一个交易日，到底2026年台股是毋是法度挑战4万点？专家分析要注意今年6月中真侪大厂伫 AI 投资，伊的营收是毋是也真好？那么就要注意股市可能会有修正。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宣布和辉达正式签约。权利金122亿，设定50档上济延长20档的地上权。在辉达的台湾总部确定会设伫咧北树科 T17、T10的基地，按算6月要动工，预估会当创造超过1万的工作机会。台北市政府和辉达正式完成签约。展出手提地上权契约书的正本，经过台北都是辉达的家。台北市长蒋万安10日和辉达全球总税务长 Mark Stevenhouse 来签约。辉达的台湾总部正式确定会伫台北北树科 T17、T10基地，权利金是122亿，设定50年，加延长20年的地上权。辉达嘛展现对第一个海外总部的重视，伫起的阶段会开超过400亿。从新建到营运阶段，会有超过1万个工作机会，台北就是辉达的家，所以再一次证明，台北我们有相关的实力，同时也一定在未来成为 AI 科技产业发展最强的一颗心脏。辉达拼上紧6月来动工，辉达执行长吴仁勋6月嘛要来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两个人敢要共台做伙动工。蒋万安表示讲是持续和吴仁勋在联络说明进度，希望会当做伙动工。另外副市长李书川做辉达进驻台北的杀手，嘛伫签约完成了请示，争取国民党新北市长的提名。我还是谢谢这个市长给我这么大的授权，让这个本身的这个投资案能够在北市科配合辉达总部的进驻，伫交通运输的配套，台北市政府想要推出北树科无人驾驶的公车，但有可能要到2029年才有法度来运行。交通部表示是面对法规的限制和基础设施还未完善，包括这个自驾车可能需要这些路侧的感应设施那还有一些通讯的设备，这些资讯都还没有普及化
所以这个部分也会影响自驾巴士它在路上行驶的时候的一些判断跟应变的能力。交通局表示，讲商业模式是上困难的部分，业者要出资上亿来开发无人驾驶的技术，面对正大成本的压力，和严重张显无法度模拟台湾真实的路况，说到来爱和中央来建议修法，提出配套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内湖东湖路昨透早一搭人家厝是发生火灾，烧甲这乌烟直直冲出来。消防人员甲一个查甫人、4个查某人救出来，其中有3个送病院，好佳在拢无生命危险。就附近的民众讲，听到爆炸声音，这到底敢是烧拍电引起的火灾？目前还阁等待消防局来调查。真高乌烟一直向顶面冲，也会当看到厝内火势当咧烧，附近的住户惊甲赶紧走。消防车警示声音直响，台北市内湖区东湖路113巷一栋民家厝，12早起10点外突然发生火警，1楼全面烧起来，也有附近的住户听到亲像爆炸声，有那个爆炸的声音，这砰砰砰，刚开始是有一点烟，后来是火，消防车到的时候已经很大了。传出有几号民众受困，消防人员到场，毋但随报水线灌救，同时也赶紧分头救援。合力救出受困的民众，赶紧将人送医治疗。救援人员分别伫地下室、3楼等所在救出1男4女，好佳在5个人救出来的时阵拢意识清醒。有3名送医，都是清醒的，那惊吓是比较多了，包括到地下室的那个救出来的，他的状况意识也都很清楚，所以他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受到烟熏的状况。火势大约伫11:38分左右拍花，因为烧的时阵火势真猛，规栋民家厝外观风烧甲乌麻麻，附近被少住户推测可能是甲电线烧得有关系。有发觉到有电线走火的异味，结果我们来看的时候，那个后面的防火巷，他们地下室已经着火了，我们的后院也被他们波及到了。火源应该是属于电线吧，好像是外面的那个抽风机，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消防局表示，民家厝1楼甲地下室拢有导火情形，因为烧的面积大，相关导火原因甲导火点，拢也有待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看过年期间的这天气，气象署预告29、暝到初3、初4受到风面甲东北季风的影响，北台湾气温就会较凉，那中南部是侪云到好天，就要注意温差有较大。另外，高公局是已经有预告讲，伫咧国道部分路段会来管制车顶上少的人数，所以提醒观众朋友出门进前，就要关注相关的资讯。春节连假得要到，天气方面，气象署预计年节期间无明显的冷空气落南，不过过年暝到初3、初4这段期间，对着锋面通过甲东北季风变强的影响，北台湾有较凉。预计过年暝初1水气上济，桃园以北、基华地区有局部性短暂阵雨，中南部平地是侪云好天，要注意温差。除夕跟初一这2天，大概就是以桃园以北、宜兰花莲地区的降雨为主。台东、恒春半岛还有新竹苗栗的山区，可能就是有一些飘雨的机会。那其他地区像是在新竹以南的平地，大概就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回升期间，就要注意大雾。西部甲金马地区大雾几率有较悬，塞车、能见度甲离岛航班拢有可能受到影响。也若行春上惊的，要是塞车。今年对2月14到22，拢总要休9日。高公局预计国道车会真多，已经大型规划引导封锁、高承载管制等等措施。初1到初3封闭国1、国5南路匝道。初3到初5封闭国1、国3北路及国1双向路口匝道，北向高承载管制，国1、国3在初3、初4实施，国5在初2到初5实施。高公局提醒，国道常常有的吊车的原因，多数拢是欠水、欠油、欠电，也是破裂。高速塞车若准故障，风险会真悬。提醒民众出门进前，就要先检查状况。若准路铃警示灯有倒，应该要先挖起路径，放故障的标志，而且通报救援。连假车真多，天气侪变化，提早准备才会当平安行春。记者综合报道。这过年时啊，南来北往，今年高铁是头一间推出自由座预购等待时间的灯号，用青灯、黄灯甲红灯来提醒旅客排队时间的长短。高铁也呼吁民众都要量早来规划行程。过年费用爱赶紧，伫高铁的月台，常常当看到自由座的人客排甲落长，
我人到底有偌侪，爱排偌久，今年免搁紧张学培药。春节连假疏运期间，高铁推出了自由座等候的灯号预估功能，以20分钟为1级，共分为了5级，还有绿色、黄色、红色3种颜色的灯号提醒。高铁过年的营运总共11天加395班次，拢总有2162班次载客服务。到拜三早起8点。对予租定位的人有121万外人，自由座的部分，旅客会当用过高铁官网 App， 还是咱 Today 生活频道，事先掌握各站排队的状况。之前的话，应该就是到现场才会知道说人流的状况，对。那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用手机嘛，所以直接看会比较方便一点。我都是常常会到站的时候才赶快要冲进去买票。高铁讲，这套系统是运用将近20年的大数据，结合 AI 预测的模型，提供各站自由座有效的等候时间，可以看即时的状况，随时调整灯号的设置，会当让旅客快速判断人多也少。一个绿灯的话，那表示说自由座候车的时间呢会在20分钟以内。那2个黄灯的话，时间会落在20到40分钟。那以此类推，5个红灯的话，那自由座等候时间会在80分钟以上。照高铁有讲。人上侪时段是伫过年前最后一个上班日落南的车次，甲休假日上北的车次，初二到初四嘛拢有双向旅游的人阵。高铁呼吁旅客爱利用灯号的资讯，闪开人多的时段，互回乡甲旅游的行程更加顺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立委高金素梅涉嫌诈领助理费，涉嫌诈领协会的补助款，甲非法买中国制造的快胎。高金素梅信后讲人无爽快，另日这个讯问，因为伊的助理张俊杰是性压核准。过来是《联合报》，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宣布2月底要请辞去参选新北市长。国民党安算伫咧2月底进前来定调，而且希望南北合作争取胜利。落尾是自由时报，台中5车牛牛爆发非洲猪瘟，全国的猪仔禁台禁运15天，地区损失20亿外。监察院昨就来公告单核台中市前农业局长张景昌等4个人。这监察委员是指出，讲前农业局长张景昌迄当阵做非洲猪瘟应变中心的指挥官，伊讲的一条资讯是颠颠倒倒，指挥甲监督拢是套动。另外，伫咧这个前环保局长陈宏毅是提出其客载的记录拢有订答，而且佮指示去乌白乌窟来带油喷等等，拢总单核4个人以上天界发现心理。台中5车去年10月爆发非洲猪瘟疫情，造成全国猪仔禁运禁台15日，产业损失甲补助达到21亿外。台中市府3局处首长都安尼落台，监察院事后调查认为，前农业局长张景昌等4人出伫失当情节重大，11以违反公务员服务法通过单核，以上顶解法院审理。禁载禁运15天哈，光是应急的这个损失跟补助的金额就超过21亿，实在不应该这么轻忽给他交付弹劾这样。监委表示，前农业局长张景昌是市府非洲猪瘟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说明疫调资讯反复无共，指挥监督不力，造成两公消毒事件。前环保局长陈宏毅提出案内场稽查次数有出入，只是OK涉及堆肥气化大量喷无符合环境部规定。前动保处长林如良甲组长周霸准报告被 CT 数量已经超过警示标准，耽误采检先机。那个是业务科汇整出来给我的。当然稽查里面，其中有的是专门针对厨余，有的会针对废水，有的会针对空污。不同的业务科去稽查，当然是不同项目啊。怎么会这个也是事由嘞？我真的是吓一跳。所以我想后面就到惩戒法院公平公开在审理的时候，法官可能会对这些有利不利的都会注意。监察院认定陈宏毅伫非洲猪瘟灾害应变中心记者会上提起，案内场3年稽查24摆拢合格，实际上2024年3月到2025年10月只稽查喷2摆。落台了后，担任台中市副机监的陈宏毅强调，稽查数据拢是过科学，内情提供只是实话实讲，会伫顶界法院过详细说明。方便一个张景昌手机也无接，调任经发局专员的张如良甲台中市府是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头地检署侦办高雄美浓大树地区去向头屋沙石啊偷盗绘图的案件，这范围是有到2个大美屋棒球场遐大，非法的所得可能超过3亿。检方是拢总起诉106个人，其中这前议员助理赵丽君涉案重大，是继续羁押禁见。考察帮站起来，原地砍伫涂面的乌网啊已经掀起来。高雄美浓对去年8月小刷逼出几落件偷过刷石偷盗绘图的案件，大大红头过农地拢亲像安尼乱草草，这一窟遐一窟，上深的所在有15公尺深，互人口西讲是美浓大劫局。桥头地检署经过半年的深入追查，11侦结起诉。检方表示，嫌犯租地偷过刷石方发现了后，方要求吞涂的时阵，佮甲涂背斗空，甲引荐废弃物车来遮倒，这是结构性甲集团性的犯罪，拢总起诉106人。执行14波搜索具体行动，共执行搜索57人，申请法院裁准羁押21人，查扣现金3197万，土地43笔，查扣38台重型机具。检方表示，农地方头过面一加起来有2个大比哦棒球场大，嫌犯为刷石去卖车轨图等来倒，这种上头赚的做法，估计不法所得超过3亿。其中前市议员助理赵丽君因为涉案重大，已经被法院裁定继续羁押禁见。虽然检方一捆头起诉上100人，不过看伫民众的眼内，大家较关心的也是土地当时会当归户原貌。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连接到我们的水源的问题啊，嘿啊，因为毕竟你挖那么大的一个坑啊。除裁处行为人各300万元罚锾外，并主动移送地检署侦办，后续处理措施将依废清法第71条相关规定办理。环保局表示，后续会要求行为人必须爱甲乱倒的庄仔甲阿妈土遐引荐废弃物处理清气。市长陈其迈进前要强调，行为人若是无照做，就会强制执行查封财产。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来关心新北市土城分局的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昨年9月当着一个驾到赛车的查某人拒绝临检，说是赛车甲这个所长拖咧行，造成所长不幸殉职。即嘛案件经过国民法官共同审理，一审是依照杀人罪甲这个被告陈家营判死刑，专案也可以当上诉。用这么不理性、这么残酷的手段来伤害所长，真正把我们家给毁了。一个家庭是我跟我太太所建立的家庭，一个家庭是忠心跟太太所建立的家庭，一个是他岳父母的家庭。唔甘后生执勤，不过背上性命失去至亲的疼，高当也真艰苦。甚至警察刘宗兴的爸母搁较当庭跪落来，恳求法官判凶处死刑。危险的代志伫去年9月，都驾就路的陈家营，和清水派出所长刘宗兴搬走，伊期间逃走，带车将人一路拖行，弄到河南，造成所长当伤不治。面对审理，伫最后发现的时，向被害家属甲家己的家庭回实咧，也向法官求情，讲到伊的囡仔已经无爸爸，袂当无妈妈。伊的辩护律师是主张，被告有冤有告发可能，争取卖以杀人定罪。做了一个很重大的案件，那我就赶快来生小孩呀！这个是我完全没办法认同。你不能用你把你的小孩推出来当一个挡箭牌。专案引起社会关注，法院展开未及审理，有国民法官参与审判。经过1点多钟的共同评议和讨论，在伊宣判以杀人罪判陈家营死刑，提到公权中心。中心是我的主管，是我的同事，现在更是我们一辈子要陪伴的家人。我们警察团队永远都在，面对未来的科技犯罪或有可能的冲撞，我们都会添购详实的装备。甚至所长在乡进前任职的新北市土城分局，几个名同仁甲中官拢到庭听判，也有民间团体高度关注。今麦一审出来，专案有冤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马达加斯加受到强烈气旋损伤，伫咧东部主要港口甲第2大城这灾情拢正惨重，要甲7成5个基础设施拢受损，也造成至少31个人无命。另外，伫咧葡萄牙是连日伫咧做大水、落大雨，历史古城康布拉部分的城墙倒去，周边也严重淹水，体力大约3000人。
街仔路变做海洋，真侪厝因为透风落雨放弃，强烈气旋以1点钟超过195公里的速度扫过马达加斯加东岸。分图显示，气旋登陆的时阵真10尖，港口城市图马西纳挖近3%的基础设备拢损害去。总统兰德里亚尼里纳随去灾区勘灾，强调政府甲灾民徛做伙，而且动员军方摒扫，协助灾民重建家园。Fiombonapo sy firaisankina amin'ny vahoaka malagasy izay hiatrika ny cyclone dia nidina aty aho a hiaraka hiatrika n'izany fidirana cyclone zany amin'ny vahoaka malagasy aty amin'ny faritra Tsinami。根据马达加斯加灾害管理办公室上新的统计，气旋已经造成数10个人死亡，也有上千人撤离。这已经是短短2礼拜以来第2个致命的气旋。空翕的画面显示，图马西纳市区乱糟糟，电网断去，因为当地基础设备真烂，居民敢若会当伫个土堆内底找物资。虽然目前已经检测是热带风暴，也毋过大水和恐惊会引起严重的土石流灾情。也若欧洲的葡萄牙、中北部地区也当咧做大水，连续过6天大雨，互蒙德古河水位涨悬，历史城市孔布拉部分的壁倒倒去，附近的蒙特莫尔搁较是要互水淹去。当局烦恼水坝随时有可能溢流，已经紧急预防性撤离差不多3000人。Como este ano não. Tenho 69 anos e nunca me lembra que havia antigamente 4, 5, 6 meses a chover, mas não era como agora. Este ano foi o que eu me lembro de mais água。这场自1月底开始的连续风暴，伫葡萄牙已经上无有15个人死亡。真侪时代拢表示毋捌看过遮尔极端的天灾，烦恼25天前毁灭性的水灾会搁再发生。公司新闻陈伟玲、郑建讲编译。再来看索马利亚一只飞行机起飞了后，随着发现各样，这机长是决定要紧急降落，不过飞行机是已经偏去啊，落尾是歇伫咧机场附近的海沙堡。这飞行机强要闪行去，好甲在机顶全部的人拢好运活落来。小型客机点点啊拍伫海沙堡，我过去看，飞行机的头已经毁损，这边的机室断去，机舱门国技术伫咧逃生的时阵受到真大力的破坏变形。这架飞行机是荷兰制造的福克50型客机，属索马利亚航空公司星空航空的飞行机。本地车站是伫莫加迪休亚丁阿德国际机场出发，要飞去北部的城市加尔卡约，则伫飞起来15分钟后，发生各种紧急降落。Today, one of our fleet.Fokker 50, tail number Yankee Alpha Sierra, experienced a technical issue a few minutes after takeoff. The crew managed it professionally and communicated the tower.不过，飞行机伫起降落的时阵，煞偏离跑道，落尾是冲出天机坪，停伫附近海岸线的海沙堡顶悬。所罗来非洲联盟驻索马利亚特派团和联合国索马利亚援助团只紧急救援人员开始救援，机顶50个乘客和5个机组员拢顺利逃生。The tower granted priority landing. They landed runway 23. The aircraft overran.On the runway and come to the pitch. No injury, no death. 星空航空是学到机长的反应真冷静搁紧，互机顶所有的人员拢会当安全逃生。外国媒体 BBC 嘛报道，索马利亚的交通部长接到消息嘛赶到现场，目前已经对这个飞安意外开始调查，要确认造成紧急迫降的技术故障原因。公司新闻单视同编译。国际阁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带领自民党得到历史性的胜利，由媒体来进行民调，显示76%的民众认为无必要改善甲中国的关系。泰国一间学校发生枪案，包含校长当伤送急救，另外阁有2个人轻伤。警方表示已经有抓到一个18岁查甫嫌犯。诺贝尔委员会发表声明，关注2023年的和平奖得主，也就是伊朗人权活动人士穆哈马德，剧方逮捕遭受暴力对待，呼吁伊朗当局得爱赶紧放人。
咱来关心国内消息，针对着1.25兆的国防预算，总统赖清德昨搁再强调，若是这预算一直拢无通过，安尼咱的武器就愈延后交会，也互国际社会来怀疑台湾守护国家决心。因若在影是质疑讲，因已经三读通过军人加薪水，毋过政府说是拢毋变预算，是无要来照顾军人。赖清德是回应讲，这若是拢要甲因加薪水，毋但违宪，也欠缺专业的考虑。去年11月就送到立法院的行政院版，8年1.25条的国防特别条例，何在也几下摆组织高档也未付委审查。总统赖清德在召开记者会，除了防长、参谋总长，佮去协同3军司令出席，佮一摆向国会发声，预算一直无通过，强加互台湾退出美国优先名单，延迟关键武器装备的交付。21年前，我担任立委时，美国决定出售8艘潜舰等军购，稳定台海现状。但行政院提出的军购特别预算案，在立法院程序委员会被阻挡了69次，台湾绝对不能够再重蹈覆辙啊！参谋总长文家秋更加证实，特别预算包括强攻战术飞弹量产，甲台湾基地的建制有关系。我们重点的案项包括了自制的强攻中程反战术导弹飞弹系统，以及会新购各类型战术反弹道飞弹的系统，以及低空的防空飞弹系统，可以建构从高、中、低层各个层次的有效的拦截火网，能够打造我们台湾之盾。面对中共军事威胁继续扩大，赖总统表示，印太区域国家今年拢增加国防预算，包括日本1.8兆、韩国1.4兆，菲律宾也增加，台湾搁较袂当例外。除了2026年度规划编列8060亿，另外也有8年1.25兆的特别条例。对于在野之期是政府无依法编列军人加薪预算，无照顾军人在先，赖总统严正声明是错误的连结。齐头式的大幅调升单一的勤务加级的数额，没有办法合理的反映国军各项勤务专业特性，也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诱因，吸引官兵至勤务繁重的单位。除了国会伫旧历年了后开期，尽速将今年度总预算案、行政院办国防特别条例是即审期春节了后，赖总统也会邀请5院院长林茶感谢动员，向立法院长韩国瑜沟通。赖总统表示，要特别强调什么款的任务，不过也希望朝野化误解为理解，化分歧为团结。记者综合报道。这国防特别条例草案已经互在野党落来十解。总统赖清德开记者会呼吁了后，民众党团态度都热闹，表示愿意甲这行政院的版本甲民众党的版本做伙来审查。不过国民党团是表示讲，因会阁提出家己的版本，甲美国交会时间写入去。对着中共的军事扩张威胁台海安全，美方已经同意袂互台湾包含继续卖拖式飞弹、标称反加飞弹，也有 M109A7 自走炮这3大军售案。不过面临在野18家国防特别条例动来无同上心，军售案面临破局风险。总统赖清德亲身出面，讲到预算无通过，可能互台湾落出优先名单。对此，民众党团提出善意，除了家己提出版本，也头一摆对行政院版本动议复位并来审查。我们并不是打行政院版的这个军购条例，我们也同意院版的条例可以互委，大家一起在立法院做并案的监督。因应中国的威胁，这完整的特别条例、特别预算应该要一并复委。那在委员会里面，把各种版本做完整的讨论，尽快来通过。民众党团总调陈清良讲，党团已经将军购条例列做上优先法案，开议就说审查。民进党立委欢喜看到民众党放下成见，也呼吁国民党停止抵制。不过国民党甲民众党无共调，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批评赖总统用话欺骗民众，强调最终三读的出点是行政院版，正是国民党的家己提出版本，甲民众党协商，甲美方发咱的实质，而且具体交会基层保证也立法。今仔去年底中共围台军演引起国际谴责，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共占3度挑战咱方 F-16包含释放这个烈焰弹，地伫 F-16机尾后壁，也有美伫轰6K 轰炸机下面，闪避雷达追踪。也若歼16互咱方掌握了后，也挑工献出几百个飞弹，真恶质，亲像乌刀直接提清出来。紧贴大型军机的下方，这样企图在雷达上只看到一个光点，
那接着就会进行这所谓的战术突袭，所幸都被国军给破解了。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李金秀的国籍问题也未收煞。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讲，伊伫咧2月初之进前就用双挂号甲这国籍法的规定寄到伊的户籍地，因为李金秀根本就是知法犯法。强调要提供机密文件给伊，若准有其他的立委协助伊来调资料，啥人漏涉机密，就要找啥人负责。欢喜做体操，民众党开始一天的台北高雄活动。不过，立委李金秀牵涉国籍争议，被质疑2004年1月立委选举前加登记为候选人时，伊原有中国户籍，到2005年3月才放弃，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有双重户籍身份，恐惊无具备登记资格。伊出面来说明，海基会那个公文一写得清清楚楚，对我并不是。去年才放弃那个户籍，那政府官员他们应该都有资料啦。立水伫欢迎报道时，才特别提出机票副本要向对方公安局放弃国籍的申请文件，强调家己毋是无愿意放弃，而是无方受理。请内政部家己去试看卖。不过内政部长刘世芳讲，文件内底无看到任何官方收件囡仔，无法度判定是不是真正进行申请放弃。我跟你也没亲戚关系，我怎么帮你放弃这个？然后再来呢，我们在2月2号之前呐。其实我们曾经用双挂号寄到他的户籍地址，告诉他国籍法20条的规定，他是知法而犯法。岳飞12道金牌，目前我接到2道金牌了哈，我真的收到2份那个内政部的，但是说老实话，我打开都没有打开过。我们交的文件都已经证实了，我就唯一仅有中华民国国籍。李金秀讲，若内政部认定家己有双重国籍，那欢迎先提出证据再来处理。不过刘世芳也讲谈话，讲内政部身为国籍法的主管机关，若未提供物件以上的资料。就连调看资料也可能未提供。铁打的文官，流水的政务官。今天民主国家其实政党都会轮替，那其实不要因为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然后就来曲解中华民国的宪法。大家都应该依法合宪的来工作。那如果立法院会觉得说我们这样子不行的话呢，恐怕就要送到这个所谓的宪法的解释来处理。他会不会也绕一个弯，就是叫他的同事、同党的？去帮我调，然后你去偷看，那谁就负责泄密啊？民进党强调，李金秀已经摕到中选会颁发的当选证书，也毋过是毋是就代表具有立委的资格？刘世芳讲，也查中选会对任停书，也中选会是讲只有查无候选人有不得登记的状况，另外依法作业，会除了后调开的委员会议对任这项逮捕案件。记者综合报道。电影《世纪血案》这制作单位无经过当事人的授权，就来乌白改编事件，佮欺骗这的演员，这是引起正大的风波，也引起社会大众最近佮来关注这段白色恐怖的历史。有几啊位演员是共同来发表声明，强调会阻止这部电影用任何方式来制作，也是放送。因为迄当阵头一个入去到林家血案现场的，也就是现任的监察委员陈秋瑾，伊也来接受华视的专访，讲出伊亲目睭看到的悲剧，呼吁大众唔通搁再来伤害当事人甲家属。电影《世纪血案》改编引起真侪争议，互林家血案这个台湾民主史上重大的政治暴力事件，搁再受到社会关注。电影改编无经过林家和相关人士授权，这位演员拢发表声明，讲受制作单位隐瞒参与摄影，因要求阻止电影的制作甲放送等等。崔在暗电秋瑾嘛接受华视的访问，伊是46年前头一位入去林家血案现场的当事人，也是当年林义雄省议会的秘书。伊讲出亲目睭看到的状况，嘛指出毋捌收到电影制作公司的联络。尊重你的创作自由，问题是你要去讲一个我亲眼看过的这么痛苦、沉重、悲伤的真实事件，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来问一下当时身临其境的人，我们到底看到什么？那个痛是不会过去，我都尚且如此。林先生跟林太太，他们是如何过日子？陈秋瑾认为，台湾欠缺人权教育，真侪人的记忆和了解历史拢无共款。伊出来讲过去，嘛是希望互更较侪人知影，嘛呼吁大众莫对当事人甲家属造成二度伤害。掌握权势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跟后代，今天一样享受这个民主跟自然。当时被迫害追杀的人，没有人求感谢，只求说你不要再回头二度伤害，甚至于因为不了解
而嘲笑、看清这些人。陈秋瑾认为，伊甲代志讲出来，毋是为着制造冤仇，有人无认同嘛无要紧，毋过希望上无通了解当时发生啥物代志，透过无共角度了解为虾米社会对历史甲政治事件会有无共看法。按那根据中央社报道是指出，制作人郭无成证实电影《世纪血案》的无限期延期。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啊，咱换来关心咱台湾头一个家己制作的福华8号卫星。这必灵卫星去年11月升空了后，伫咧今年1月已经开始执行任务。不过太空中心昨日公布一个好消息，电视福华8号头一批翕回来影像成果，这范围会当翕到国内外真侪所在，佮翕甲正清楚，比本地设计佮较好。经过2个月一直操作甲后前，国家太空中心赶伫农历过年之前公布这毗邻卫星头一批5张卫星影像。台南安平鱼林码头区域清楚看到渔船开过水云，高雄县达港区域因看到淡水甲海水水色无同甲波纹，船只激起来时个烟火也真清楚看到。福北位伫德科的旧厝塔萨。日本东京国立竞技场厝顶的标志，明治神宫棒球场的青色草布甲蓝色观众席，西班牙巴塞隆纳机场天气屏顶面的无人机也看得真清楚。经过了8年的奋斗，努力不懈，从2米走到1米，看起来好像蛮简单的，其实它中间的技术层次的提升相当的多，台湾在太空光学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塔萨讲，经由美国军方常常用的影像判图解析力的标准验证，较临原性影像解析度符合1比的规格。经由影像后处理的技术，进一步来提升到0.7比的超悬画质。另外，影像清晰度甲深造比率拢比原始的设计较好。台湾已经完全掌握1比解析度光学卫星的能力，能够在防卫和防灾上为我们守护家园。影像成果也能援助友邦，帮助世界。福北计划主持人刘小晶指出，这毗邻卫星拥有全球解析度上悬的红边波段影像，应应用在精准农业，也有森林的监测。叶绿素浓度还有植物的生长纹理，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所以对于侦测红树林，还有附着藻类等生物，能够更精准的判断。这毗邻卫星达成并且超越预定的任务，刘小晶讲已经准备好往下一个阶段，也就是原始解析度储备迈进，也让福北的第2粒卫星的组成完成，预计2026年底在 SpaceX 火箭来升空。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拜六开始，要开始休过年连休9日，伫咧高雄的蛤蟆星铁道文化园区是真出名的景点，也定定拢有民众会去遐散步放风吹。不过文化局已经有采购是警示民众讲袂当放风吹放甲上晚近路边，也是有民众顶礼拜骑车经过时阵，去互这风吹线挂着暗棍挂着伤，好佳哉是无大解。也这个园区到底敢会当放风吹，也是引起大家讨论。高雄蛤蟆星铁道文化园区平日假日时，都真侪家长带囡仔来遮行大放风吹。不过即马传出车北有民众骑奥多摆经过蛤蟆星铁道文化园区的时，规个人去过飞过路的风吹线漫过对面车道，加载无车经过，不止个下海暗棍大布王拢挂着伤。有接来园区耍的民众讲，虽然园区所在看有适合放风吹，不过也是爱管制。我觉得限定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如果在那个地方以外的话，就做可能罚钱吧，还是什么？我看他有告示说不要靠近这边放，但是如果有工作人员提醒他们会比较好一点。民众讲的故事就是这个，因为2020年慢慢发生风吹线甲人挂着暗棍的代志，路北文化局就采购时提醒民众放风吹袂使上晚路边。不过假日时人一坐，满天的风吹黑白飞，园区边的树仔顶凊彩吹，都风吹掉伫咧遐。尤其附近还有轻铁经过，若是风吹落伫咧轻铁的铁轨路顶悬，嘛造成危险。对出国际公司表示，若是影响到轻铁，就会依法罚款。民众如果放风筝坠落或其他物品用具进入轨道影响轻轨运行，依照大众捷运法，可处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是罚锾。为加强用路人安全，本局在铁道园区周边均已设置警告牌，未来将加强保全人员的重点巡逻，劝导民众勿靠近周边道路放风筝，以避免风筝线伤人事件发生。文化局强调，已经有采购时提醒，未来也会派人加强巡视，避免风吹挂上民众的意外，搁再发生。记者郭家族邱超阳高雄场报道。
来看有事业成功的企业家是逐年已经有4档会捐钱，或者屏东的房山乡，或者乡亲大家拢会当领到一个大红包。来，伊的是3个哈，你搁点一个。民众一透早正行到嘉禾福德宫欢喜领红包，因为有科技公司的董事长伫房山嘉禾社区出事，为着回馈家己的故乡，对疫情时期就开始逐年过年前分红包，今年是第4摆。那你这一包是多少钱？我3000哦，嘉禾是一个3000，其他的是每人1000，只有嘉禾，因为他是嘉禾出生的。我嘛是姓陈。哦，这拢我的祖先的地啦，真的。董事长陈朝旺是科技公司头家，因为伫疫情时间生意袂歹，想要帮助在地乡亲，互大家会当过一个好年，就委托房山乡公所加入社区居民领1000块，嘉禾社区居民3000块，今年总共发690万互乡亲。伫遮读册，培养大汉，所以讲诶，事业有成啦，爱回馈乡里啊。头一年是我伫阮嘉禾社区每一户2万，第2年我房山乡嘉禾社区3000，其他的社区是一个人1000。卖这人表示足欢喜有遮尔好的头家愿意做善事，造福在地居民，实在是房山之光。接续明仔载会伫房山乡公所分13伫凤港老人中心，地方乡亲人拢有举。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观光署公布，今年过年期间，各县市的订房率前3名是嘉义市、台中市甲云林县，拢要到6成。其中，这云林县初1到初3着76%甲84%订房率是全国上悬的。云林县府表示讲，这是因为过年期间，真侪民众拢会去云林去遐庙里行村拜拜，也会附近的这个观光也有伫咧经营，所以成功甲这个乡客留落来加大一暝。都客满了耶。饭店业者无用咧接电话，拢是咧问过年期间饭店敢还阁有空房。交通部观光署公布，今年过年期间各县市订房率全国平均订房率43%，前3名是嘉义市、台中市、云林县，拢将近6成。陆陆续续呢，有很多人打电话来预订。那我们在11月1号利用半天的时间呢，就是40间全部都客满，除夕到初3都客满了这样子。那还是有人打电话来预订。一天暝加七早，将近要20几万人来，希望大家来拜妈祖，祈福点灯，求平安。云林县府表示，新春过年期间，真侪民众拢会到庙林祈福拜拜，而且全国有名的妈祖庙，包括北港朝天宫、西丽福兴宫等庙宇，拢会吸引不少观光人潮。加上县府积极推动乡客转游客，成功打造周边观光农大，和乡客会当留落来大，提高大房率。除夕的当天呢，云林的住房率就64%，那初一呢也来到了76%，那初二呢也有75%，那甚至到初三这个迎财神呢，这个住房率高达84%，所以平均下来这几天这个整个在云林的住房率就高达79%。云林县府表示，云林对2023年开始连续4档。春节假期订房率拢伫全国排头名，除了新春祈福吸引观光人潮，嘛积极发展周边景点，包括虎尾建国馆村、口湖医鹅地方池，也是草岭石壁樱花季顶，拢会当提升乡客留宿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一个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是真受到欢迎，真侪民众拢讲因看甲真感动，这票房也已经抢甲超过5亿。目前排伫咧国片票房的第2名，也第1名犹原是电影《海角7号》，有5亿3千万的票房。文化部长李婉也表示讲，伊家己看甲拢头目屎，伊过伫咧过年了后，这《阳光女子合唱团》有机会当赢过17档前的《海角7号》，争做台湾的票房新冠军。这里是监狱啊，根本不适合养小孩。你也说了，3岁之前啊，我都还是可以照顾他，不是吗？互人哪哭哪笑的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口碑是愈来愈好，民众都会到相报，建议伫要看电影之前，爱先传好卫生纸。就是我看到每个人他们都有哭这样。有没有带好卫生纸啊？有，我带好几包。带几包卫生纸？我带4包。国片让17档大洗牌，根据统计，目前阳光女子合唱团票房已经突破5亿，伫咧国片票房排行顶面已经超过西迪库巴咧。迄几年咱做伙录的查某囡仔来到第2名，离冠军的海角7号的5.3，伊搁差一寡寡。他一定会在过年
就破了这个纪录。这个电影我看到一个地方，我歌声一响起我就哭了。刚开始他们的票房没那么好，是因为遇到这样一个文化币的一个助力，他们整个就起来。文化部长指出，这几年国片的市场是愈来愈热，对2025年的角头斗阵的96分钟，连续创下2亿的票房。到年底的大王棒球纪录片冠军之路，拢有真好的成绩，显示咱的国片市场当咧进入一个类型多元、佮受欢迎的正循环。去年过年无国片。今年过年有上少2支，第一支是功夫啦，还有另外一支是双喜，个阳光女子合唱团，总共有3支，会当讲有3宝国片3宝伫这贺岁的档期内底。影城业者表示，趁这波国片热潮真看好，伫咧过年期间会当和民众共同迎来台湾国片的黄金年。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另外有一位来自乌克兰的赛车选手是打算要伫参加冬季奥运的时阵，内底有战争受害者多样的透过上场比赛，不过因为这是违反着比赛现场禁止政治表态的这个规定，因那国际奥会表示讲会当掠外，互伊伫手过挂黑色的标志来纪念受害者。乌克兰赛车选手赫拉斯克维奇对国际奥会规定是哪来哪上去，也甲批评的声音放大。伊表示要伫12比赛时，伫这顶因有俄乌战争受害者头上的头盔上场。国际奥会表示，这个行为违反禁止利用赛场政治表态的规定。I believe they deserve to be here today with me, and also they deserve to be with me in a competition day. So you will try to wear the helmet again, correct? Yeah. If I see betrays this athlete, I will not betray them. 赫拉斯克维奇这头盔顶的这个人物，拢是伫2022俄乌战争不幸过往的乌克兰运动员。正前乌克兰赛车选手舒马哈嘛伫手笼顶钉出纪念毋是违规的字，并以第20名完赛。亲像咧挑战国际奥会相关禁令，赫拉斯克维奇的头盔事件消息传开了后，国际奥会维持禁令，毋过破例，互伊伫比赛期间派黑色的手杖。What did you make of the suggestion you should wear a black armband? I truly believe that AFC don't have so much black bands to honor all the athletes who was fallen in this war. 乌克兰代表队已经就头盔禁令提出申诉，赫拉斯克维奇的举动得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支持。泽伦斯基阁批评国际奥会反背这不幸过往的乌克兰运动员。虽然规定是伫比赛当中禁止任何政治性的动作，不过选手会当伫记者会也是社群媒体顶头发表个人的见解。国际奥会表示会当理解赫拉斯克维奇的愿望，而且伊嘛已经伫练习的时，阁有社群媒体顶头安尼做啊。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个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3度至23度，中部地区12度至26度，南部地区13度至29度，东部地区16度至24度，还有外岛地区10度至20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